陸地方面，日期12月29日到1月5日，海南島大溫降節為度，東南部部分地區有溫帶東候。移動日日大後朝較向烈向會歐陽，會溫明顯下降。對個會溫大日，午一大至8里氣可降至19到9樓，午一大至5里氣至19至12樓。對了會溫東部港大部大氣19到9樓，氣1里氣19到5樓。另外，12月11日到1月1日，午一大至8里氣福利大暗雲霧。海洋方面，12月19日到1月1日白日，海南島地洲海面、北部灣海面，往落5級，東往落到10級；大沙、東沙跟南沙群島附近海面，往落5到6級，東往10到2級。1月1日暝間到2日，金洲海峽往落6級，東往10到2級；北部灣海面、海南島南部、大部跟南部海面。大沙、東沙跟南沙群島附近海面，往落至8月南都將正落到6到10級，東往2到9級。1月大日到5日，金洲海峽往落5級，東往6到10級。北部灣海面、海南島南部、大部跟南部海面，往落5到6級，東往10到2級。大沙、東沙跟南沙群島附近海面，往落6到10級，東往2到9級。